新闻杂志，大家平安。乡亲啊，你捌伫美食的外送平台注文过餐点无？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啊，小忽忽的餐点，也就是透心凉的饮料，外送员就会帮咱送到位。但是这餐点的卫生甲做这餐点的环境，你捌注意过无？高县市有针对着网络的外送餐饮来做专案的稽查，结果这个无合格比例上悬，竟然来到4成。有的是环境垃圾，有的是食材过期，有的是温馨里的面体甲徛家来掺染。多差都有业者甲啉一盘饮料，甲做餐点的食材，并伫冰箱放做伙，完全拢无来隔开。这若病菌，恐惊就会小话小透。到底咱食的安全，应该由食来把关咧。稽查行动阁拄着啥物款的困难咧？看袂到的灶骹、云端顶的秘密，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卫生啊，永远都是啊，在食品卫生的话最低标准，它一定要达到，你连这个都达不到哈，你根本不配做这种餐饮业。因为这些云端餐厅，我们消费者没有看到实体店面。它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还有它的食材是不是有疑虑的？因为它没有实体店面，我是看不到的。在外送箱仔伫街路来来去去，自四面八方一直出现的外送大军，是这几年以来街路定定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上班族，拢需要因。你好，请问你在哪里？拿单就赶快进去哦。我现在已经在那，你走到前面。那你会去查一些店家的资讯、跟他地址或者他的环境有没有问题吗？但是有些特别店家才会去查，但基本上不太会做这种事情。就是他说这是餐厅，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汽车车库。然后所以就没有订了。对。外送平台真情引起全台美食革命，春秋一点，美食餐点就专人送到你的手中。不过伫你食之前，敢有想过这个餐点是对倒位来的？中午要不要一起叫便当？平均每礼拜4到5天，伫旅行社上班的礼仪，中昼顿拢是靠外送来解决。真侪人的日常变做路订单、单餐点。我们因为很热不想出去，然后我们就叫过外卖。我自己会先找自己吃过，然后有在外送的店家，可能会订像是比较汤水类的，然后或者是卤味的。真侪消费者恐惊拢是想要食啥，介绍敢有合理就落订单。不过真侪餐厅可能和你所想的无同。我是之前有被吓到过，所以之后就觉得说，好像还是要自己去 Google 一下那间店是不是真的存在。就是送来的量，它里面就只有可能半份的量而已，然后就会觉得比较偏。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买那个青菜炒肉的那种东西，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很像所有的菜跟肉都泡在那个油水里，然后就觉得有那种很像臭水的味道。在家经济兴起来，根据2020年一份研究调查，国内外送平台市场自2019年开始爆炸式的成长。摕信用卡消费的外送订单，自2018年10月份的24万笔，到2020年4月已经超过612万笔，消费金额自卡某1亿增加到12亿6900万，一年外成长超过10倍。不过嘛，开始伫各县市出现乱象。民宅外观是一间工程行，前面的陈设简单，放着不少器具，在后面就是厨房，完全看不出来是一间外送餐厅。彰化巷子里这栋民宅门口挂了多家餐厅的招牌，有早餐，有猪脚饭，还有火烤两吃，都是民宅内出餐，也都在美食平台上架。因为这些云端餐厅，我们消费者没有看到实体店面，它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还有它的食材是不是有疑虑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因为它没有实体店面，我是看不到。卫生啊，永远都是啊，那个就是在食品卫生的哈最低标准，卫生是最低啊。为什么是最低的？它一定要达到，你连这个都达不到哈，你根本不配做
做这种餐饮业。今天有一个联合稽查，就是因为你们有在卖粥嘛，对啊，那我们稍微要看一下厨房环境这样子。网络美食天堂竟然变作是安味报单。2021年3月，同市政府发动联合稽查，前往大楼社区调查，才接到民众检举，有外送餐厅藏伫民家厝，一入门处处着菜水族相似鱼啊，和煮物件的灶卡篮做伙，阁有真侪生活用品，和一般的厝内完全无相差。那跟您说一下，就是冰箱，因为你们比较特殊啊，你们不像是外面有餐厅或是小吃店，你们算是住宅，那跟美食平台合作。对。那你们冰箱当然可以放自己的食物，但是就是还是帮我们跟业务的做区隔。要互人客实在选处处啉一罐饮料冰做伙，稽查人员找到真侪缺失。稽查行动是守护食安真重要的部分。2019年5月份，行政院消保处伫6都针对线顶送餐的业者展开调查。初查结果，26间餐厅业者当中，召开卫生环境有20间无合格，有6间的食材过期，违规的比例阁无算低。其实各个行业啊，都业者自律，在国外啊，都业者自律要排第一啊。政府督促啊是摆在后面。啊，你如果都要人家在后面哦一一来看的话，政府机关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都能放在那边。稽查人力真案是各县市共同拄到的难题。以同市做例，2021年3月，全市总共有42527间业者登记，以逐年2600间的速度继续增加。不过，规个同市稽查人员敢若82个人，平均逐年针对餐饮业稽查5200间。各县市自2019年嘛开始针对网络外送餐饮业者展开专案稽查，不过稽查量有限，可能会有漏沟。这个专案我们从108年到现在，大概已经稽查了1000多家业者，将近1500家的餐饮业者。那外送员的话也是大概有100个人左右。那其实到今年还陆陆续续在做，对。那最主要目的是用随机的方式来确认它整体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如果民众也有检举进来的话，我们就会启动不定期的稽查。那特别会针对于多次被检举或者是高违规的小型业者，我们会加强稽查的一个频率。消费者看袂到的灶卡无实体店面，餐点自生产到消费，食安敢有问题？敢若剩外送员看会出来。平均逐工早8到9点钟的外送员采用成功，真侪问题店家就藏伫咱的生活当中。送到的地方它是卤肉饭，可是它里面是一间庙，就我有怎么那么奇怪？没想到它是开里面的。自然进食。好。看起来真好食的商品是安怎方生产的？店家真实的面目敢会天差地地？藏伫点餐平台一张一张成人的相片后壁，食品敢有安全？消费者完全唔知影。听说了，我自己没遇到。我那个朋友他也在送，他说有时候他送到一个地方，这好像里面是类似一个工厂还是一家住家的吧？他的感觉上卫生环境好像没有很好。外送员讲的问题餐厅实际卫生到底有偌歹？记者来到新北市一间专门做网络外送，不过评价煞真歹的餐厅，实际来观察。来到店家门口，铁门锁掉了，大门外口阁有大型的冰箱和无碍的杂物，敢若真久拢无营业。真的不晓得，他很少看，我们很少看到他进出啊。有看到他有营业过吗？你晚上12点来就看到了，晚上12点才有，晚上12点过。什么款的餐厅这么神秘？营业时间选伫半暝，敢有咧营业，连厝边拢唔知影。拍开网络平台，发现店家的产品真多，从意大利面、鸡饭到火锅拢总有。评论说干那2.8粒星。网友讲物件无好食，食了随落屎。安尼的餐厅敢有安全？就我们知道他们晚上有在营业，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看过，因为我们5点就下班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们都不知道隔壁其实有在做吃的？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上次新闻报我才知道的。那个时候就是在管理面上，当然我们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今天看不到这个餐厅的样貌，那有时候你怕说，这个餐厅到底存不存在啊？营业时间选伫半暝，敢若是为着要避稽查。真久无开门做生意，敢有可能已经改名换所在？
品质让人欢乐的外送餐厅，照是有水的规定，和外送平台合作业者，拢爱完成食品业者登录。不过外界嘛质疑，是安怎已经合法来管，网络平台餐点的品质这么无一致。上次就发生过一次这是一个臭酸便当，然后是鸡腿的。其实那时候他一开始给我们的资讯都是正确的，但后来他换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并不会说哦，随时每个礼拜就是去了解什么的这样子。我们会持续性的跟卫福部啦，还有卫生主管机关保持联系，特别是针对他们在稽查作业之后，如果有相关的业者其实是不符合规范，那作为平台的业者，我们也会很积极的去让合作的店家都要能够在限期之内就完成改善。网络外送食品安全向来把关，造成交易的网络平台业者应该是第一道风扇。外送平台它就是一个管理者，他们自己都可以有一些评分的或者什么样的人员去自己做一个考核来做一个自律规范。那未来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说，像政府部门的稽查结果，那是不是可以跟平台这边去做一个合作，让民众呢可以更了解说，这个店家在经过政府把关，它的卫生环境的状况是如何。国内外送两大平台业者表示，会透过不定期的抽查掌握店家的品质。业者若违反食安法，嘛有退场的机制。先去到这个店家，发现他现场是一个很脏乱，或是根本是一个不堪出一些比较优良的餐点品质的时候，让我们就会考虑不合作这样子。有这样的案例过吗？曾经发生这样？有很多啊。那如果没有改善呢？而且是有重大的以食品卫生安全的这个疑虑的话，我们其实也会评估后续是否要下架。根据自测会统计，超过8成的消费者买物件进前会先查评论，一个留言或者是照品质的好歹公正评比，都会让业者有警戒。透过群众的力量，让不良的厂商袂使搁卖。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建议说，选择就是那种评价比较高的一个业者。好，那当然如果有一些觉得不妥适啊，或者是觉得有什么疑虑的，他随时可以跟我们卫生局或者是市府1999进行投诉。除了选择之外，我们还甚至鼓励消费者你在选择用餐完之后呢，在上面做评价，会更容易让好的一些业者，比方说好的云端餐厅呢，受到更好的发展，也会让一些比较恶劣的云端餐厅，透过消费者这个下架行为，自然而然就离开这个市场。分段灶卡出现，为台湾带来美食革命，嘛带来一场震撼教育。食安管理除了爱甲网络平台和餐饮业者顾好，外送的过程嘛袂使放松，温度的管理和人车拢要注意。他基本上给你那个什么杯架，就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就是这隔板。对，就是通常你要东西，你看你怎么放。他基本上在这公司会看你那个什么，因为我们会回报说看你有没有大箱、小箱，还有是不是制服，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你一定要制服嘛。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成立稽查专案，我们会用那个 app 去叫我们的餐饮业那个外送，好，然后现场他送来的时候就稽查他的一个外送车的状况，好，看他整体的服装仪容啊，有没有佩戴饰品等等的这样子做一个稽查。你有被稽查过吗？稽查过。对，被人家抽查检查，看你有没有合格这样子。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么久，很少被，应该说根本就没有遇到过这个稽查。我觉得他们都是讲而已。主管单位的稽查量连外送员拢真积极。不过根据劳动部2020年底的统计，国内美食外送员的人数要9万人。若是会使建立即时回报机制，就会使打造民间稽查大军。自然进食。消费者食到巴肚底，到底是云端顶的美食，或者是喙齿顶的恶魔？和全民健康有关的外送产业，干那靠政府把关也无够，职工权利无法度随管得到的所在，总会有人想要软空胖。网络平台、餐饮业者和消费者，拢要尽一份心力，共同甲食安这个网仔当中可能会有的破空保护好。